大家好，喺睇片之前，歡迎先訂閱、讚好、留言及分享。喺披薩克會員 Apps 睇到45週年45折優惠，於是今晚就嚟食。未入餐廳，喺門口已經見到優惠推介。餐廳環境簡潔整齊，而且光線充足，光猛舒適。餐台已經擺放好餐牌同餐具，入座率大概有3-4成。先睇下餐牌，除咗45週年嘅45折優惠，精選晚餐，仲有披薩、意粉、飯買一送一，全部可以自由配搭。影一影日日買一送一餐牌，超多款式，仲可以追加餐飲。精選晚餐有飯、意粉、披薩，仲有主食可以揀，配餐湯同餐飲，更可以以優惠價追加其他食物，仲有2至3人及4至5人套餐。呢張係加配優惠，仲可以升級特色飲品，多款 D24 榴蓮甜品，單點正價食物可以優惠價加配，好多款式啱晒鍾意食榴蓮嘅朋友。雖然係季節性推廣，款式多到我數唔到，仲有榴蓮雲呢拿沙冰。招牌雞翼上台，晚餐嘅忌廉蘑菇湯同埋凍檸檬茶，加配咗細份凱撒沙律。超級至尊酸種批係45週年折扣推廣嘅，原價204蚊，71折後145蚊，要比原價加1。必食雞翼，金黃色微焦嘅外皮，烤焗時間掌握得好好，肉厚多汁，保持一貫水準，微辣，連小朋友都食得到。呢個係晚餐，煙三文魚珍珠帶子忌廉芝士意粉，撥開嚟睇下有幾多料。煙三文魚珍珠帶子好足料，意粉滿滿一碟，意粉比較硬，而且非常淡味。出奇地，珍珠帶子比煙三文魚仲要鹹。酸種批底嘅超級至尊，批邊酥脆，餅底軟糯，材料豐富，最經典配料有臘肉腸、豬肉粒、牛肉粒、火腿、青椒同菠蘿。嚟一件披薩，喺餐廳食披薩都唔一定係最熱，今晚呢個只係暖暖地，中間比較濕潤同埋薄，好難切開，切咗10幾秒都係要放棄。比較多料，批底醬汁濃香，酸種批底有獨特嘅發酵香氣。批邊酥脆，淡淡麥香味，配料鹹香，菠蘿香甜清新，中和鹹味。凱撒沙律唔太新鮮，羅馬生菜葉雪壞咗，麵包粒鬆脆，生菜勁，仲保持清脆，配合沙律醬同埋脆肉粒，整體配搭好味。檸檬茶點咗少冰，擺咗一陣就冇晒冰。茶底清淡，啱我口味。
簡簡單單點咗一個大披薩，一份意粉晚餐。用49蚊加配咗8隻雞翼，仲加配咗一份凱撒沙律。又到咗總結嘅時間，相信好多朋友想食披薩嘅時候，都會諗起披薩克，有好多款經典食物，尤其係雞翼蒜蓉包、肉醬意粉同香蒜意粉都係代表作。飯類只係一般，最令人懷念嘅應該係沙律吧。今晚食物水準唔錯，但出餐時間比較慢。餐廳除咗入座率不足一半，亦唔見外賣平台嘅外賣單。侍應身兼傳菜員及收銀，睇到每一位餐廳職員都好忙碌。正因為佢哋同時兼顧幾個崗位，我每次需要佢哋協助都要等。餐廳環境乾淨，光線充足，座位闊落。披薩克會員堂食9折，今晚埋單341蚊，人均消費112蚊。4、5折限時優惠只有紅豆冰，其他食物只有7、3折左右。大家要睇清楚先落單。金會員6月至8月份，每月惠顧3次滿200蚊，會送100蚊現金券。YUU 會員惠顧惠康滿100蚊，送30蚊現金券。大家睇緊咁精美嘅 menu， 比餐廳食物更吸引。如果要詳細睇呢本餐單先點餐嘅話，相信要俾我20分鐘先落到單。今時今日除咗高級餐廳，已經好難得見到咁用心製作嘅餐牌。分類有必勝批、沙律、湯、前菜、主菜、意粉、飯、甜品、DIY 披薩、兒童餐、飲品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繼續睇餐牌，請幫忙訂閱、讚好、留言及分享，多謝支持。
多謝有心機睇到尾嘅各位，今集已經嚟到尾聲，拜拜。